华视在地新闻继续来看，宜兰县长林姿妙因为贪污犯起诉，早起日透早也是参加活动。即摆外界是担心讲有一个逮到证物文件行李箱啊，疑似去互烧掉。搁来林姿妙的爱将，也就是县府建设处的前代理处长吴兆琴转做污点证人，把这个土地利用不法的事实拢来讲出来，这对林姿妙是真不利。早起林姿妙面对着媒体询问，并无正面来回答，敢若讲这一切拢是选举的操弄。是选举的操弄啊！是，对。右边。现在画板了。宜兰县长林姿妙前一天去地检署起诉贪腐，不过今仔日下午啊，伊嘛是出现伫咧宜兰国小参加活动，面对媒体问掩埋证据，林姿妙行较真紧，无正面回应。因为种个被烧毁的种行李箱内底存啥物件？可以讲一下。昨天都讲过了，谢谢大家。检调查发现，一个本来放伫咧官舍，听讲底真侪乡里条卡文件卡绑无去，经留意杨继雄讲是叫林姿妙后生叫人烧掉文件，即摆地检署另外办案，会继续追查。林姿妙的新爸吴兆琴是前任建设处代理处长，伊自首是林姿妙的指示，协助认定15500地号土地农地动用，改图立管免纳税，佮推动临时建筑物相关修法，互林姿妙竞选总部延长使用。吴兆琴更是在话讲出嘴，检方改来做污点证人，叫爱将反背，林姿妙同款点唔应为。那对于吴朝琴他这样子的一个可能就是认供的一个看法，你自己本身的看法是什么样子？种种的这个恶行劣迹啊，你都可以看到说，这是一个非常典型的官场现形记。这个对宜兰来讲是一个奇耻大辱。9月7日，选举登记特别到，林姿妙虽望强调会去登记，不过涉嫌贪腐，今日选调大家嘛拢真好闲。观众朋友，有一件事情不知道你们做了吗？那就是赶快来订阅我们的 CH52华视的频道，而且记得哦，一定要帮我们分享、按赞，还要开启小铃铛。